粵語傳承，我係張弛。今日廣東電視台嘅女記者去深圳採訪電動單車加裝雨棚容易傷人嘅新聞。呢件事令我諗起咗我自己以前做記者嘅親身經歷。喺13年前，2010年，我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去廣州採訪違法建築嘅新聞。當時我去到廣州嘅一條村，呢條村具體叫咩名我就唔講啦。入到去之後呢，我發現有一啲樓房係村民佢將佢本身係3、4層咁高嘅，佢起到6層、7層咁高，你係冇經過政府嘅審批，而且你哋呢啲建築工藝有冇達標都唔知。如果有颱風或者有輕微嘅地震或者發生乜嘢自然災害，咁呢啲房屋好可能會冧落嚟，到時就會有人員傷亡。跟住我同攝像、司機一共3個20幾歲嘅後生仔嚟到一棟違法建築嘅下邊，開始用攝像機係咁拍。點知拍咗唔到10分鐘就忽然間出咗嚟7、8個大概40歲到50幾歲嘅中年人，佢哋手上有人揸住鋤頭，有人揸住鐮刀，仲有人揸住鐵棍、木棍，咁樣包圍咗我哋3個人。跟住帶頭嗰個人呢，大概係1.8米左右，皮膚有啲黑。佢開始用好地道嘅粗口，粵語粗口去鬧我哋，唔俾我哋採訪拍攝，要我哋即刻躝出去。跟住佢鬧咗我幾句之後，當時我好後生先至20歲出頭。當時我係冇忍到嘅，我直接攞住我嘅咪對住佢個嘴就話：你夠薑就將頭先鬧我嘅說話對住支咪再講一次。跟住我對住佢。因為我氣勢仲惡過佢，我仲猛過佢。當時呢個帶頭嘅人俾我嚇窒咗，冇聲出，然後佢擰頭就走。呢件事已經過咗去13年啦。13年之後，2023年喺北上廣深、深圳國際化大都市、粵港澳核心區城市，面向世界嘅大門，居然仲發生咗同類嘅事。我想講呢，如果係2010年當時係冇短視頻平台嘅所以每一個街坊呢，每一個觀眾佢要睇新聞要等到夜晚8點9點先知道當日發生咗咩事。但係而家唔係啦，2023年係短視頻傳播嘅時代，我哋人人都有手機，有手機就可以記錄當時發生嘅一切。所以如果有關人員仲係按照以前咁嘅思路，認為搶走咗攝像機呢件事就唔會曝光，咁真係太幼稚啦，仲幼稚過小學生。小學生都知道睇手機知天下。所以我想講，我哋係應該保持一種敬畏嘅心理、敬畏嘅態度，去敬畏記者，去敬畏你嘅工作，去敬畏你服務嘅人群。最後我想問，呢件事你睇完之後你有咩感覺？評論區寫出嚟，我哋一齊嚟探討。